须要搞好关系嘛，这可是一件好事儿。那你的意思是说，一箭双雕？No，我说的是一举三得。雷闪闪，这样吧，这件事情你要是办成之后呢，你来咱们会所吃饭，全部都简单5折，成交。开工。喂，田总，你好，我们唐人马车俱乐部要搞一次正在办一个时尚新生魅力女人的活动啊，你有时间来吗？大伟啊，我不回去吃饭了，我跟闪闪他们。别给我翻电话。不好意思，不是说你，周末见。哎呀，你烦不烦呀？大清早的唱什么哀乐呀？周末也不让人多睡会儿，困死了。baby， 今天要参加聚会，你能不能赶紧起来准备准备？下午才聚会吗？不是啊。现在离下午只剩下5个小时的准备时间了。5个小时还不够你化妆啊？你要整容是怎么着啊？太完美了，机会是为准备好的人提供。你看我美吗？你看我美吗？哎呦我去！ baby， 你看。